彰化县政府新开一条的客运路线，就是彰化到二林19路的公车，嘛正式来通车了。因为有走这个高速公路，所以比原来的路线近30分钟。打来在地乡亲要来往来到彰化到二林，加真方便。 彰化到二林19路的公车路线最近正式通车。咱学生要去为二林地区要去彰化读书，也是讲要来去彰化上班是非常不方便。那这一次呢，咱呢成立了一个第19号线的一个这个公车哦。二林地区的通勤族，若要坐传统的公车路线，沿路爱停71站，造成使用率是愈来愈低。 县政府特别开市区的客运19路这条路线，为彰化站出发到溪湖二林，总共敢若13站，而且省半点钟的时间。那希望能够方便民众未来在二林中科的上班也好，或者说来去彰化跟二林地区，让它能够更加的这个交通能够更加的紧密。溪湖镇长黄水珠表示讲，目前国内有一间出名的精密工业已经到二林的中科，并且有7000外的员工，19路公车路线会使予上班上课的人加正方便。